香港網友，依家咧華發灣仔1號呢個盤清盤價，最後3套原價上咧打85折，好似我呢一套咧，出邊望到海景，無遮擋嘅，可以望到花海長廊啦、橫琴金融島啦、澳門啦。依家咧800幾萬，200幾平方，南北對流，你所見到嘅所有嘢咧，全部都係有嘅。呢邊咧上到去嗰個港珠澳大橋嘅話咧，揸車咧10分鐘就可以噶啦。因為後邊走嘉林山隧道咧，10分鐘就可以上到人工島翻香港啦。翻香港只需要1個鐘。你所見到嘅呢啲膠標啊，呢啲廚房咧，所有嘅嘢全部都會有嘅。廚房3件套，咁咧呢邊有一個陽台嘅，陽台入邊有一個洗手間。後邊望翻去咧，就係保稅區、橫琴大橋、嘉林山。呢一套咧240幾平方，你所見到嘅包括呢個櫃啊，全部啲嘢咧，全部都會交晒，獨梯獨戶入嚟嘅。你所見到呢個空間全部都係咧，你業主咧自己使用。呢度咧仲有個雜物房啦，呢度有一個套間，呢個套間都可以望到花海長廊啊，景觀咧係非常之靚嘅。門咧，我哋用嘅係實木門，好靚仔嘅呢個。膠標咧，仲有呢個中央空調啦，呢個冰箱我哋都會有嘅。後邊嘅呢個冰箱同埋電動嘅窗簾啊，全部都會有。呢度咧就係朝南向嘅海景房啦，呢個係一個房。呢度咧公共嘅一個洗手間。呢一套咧，呢個就望嘉林山嘅。最重要咧就係呢個主人房啦，主人房咧。望到花海長廊啦，望到呢個橫琴大橋啦。咁呢邊咧，我哋仲做咗呢個浴缸，做咗呢個浴缸乾濕分離，用呢個漢白玉石嚟打造嘅。呢個洗手台都係啦，非常之靚仔嘅，好高品質嘅一個小區。因為之前咧呢度要賣到5萬幾蚊平方嘅，依家咧上2個月呢度收樓，最後得翻3套，依家係清盤價。咁咧呢個位置係無可挑剔嘅啦，出去咧就係嗰個華發商都同埋十字門嗰個地鐵站，可以直接到長隆或者機場嘅。呢邊咧我哋自己揸車上到去呢個人工島啊，10分鐘就可以嘅啦。咁咧對呢一套有興趣嘅朋友咧，可以評論區留言1預約睇樓，或者留言2領取資料。我發更加詳細嘅資料俾你哋，或者可以直接打電話過嚟。多謝大家。